来看台泥的子公司三元能源科技，伫高雄小港的全台湾头一座超级电池的工厂，伫今仔透早5点外熊熊爆炸，四界拢是烟哦。员工是赶紧疏散，有12个员工甲3个警消人员受伤，因为拢是锂电池哦，火势真恶，完全拍花。消防局佮环保局佮继续伫现场监控洒水来降温。市政府是真烦恼讲会有毒的气体，所以针对小港7个里来发出警告，提醒民众门甲窗仔都爱关好严，先莫出门。一大阵警消人员来到火场，拄穿好装备要救水线，现场线熊熊传出爆炸，瞬间乌烟火青升过来，大家赶紧向外靠藏。小港区这间电池工厂就是透早5点外传出爆炸大火，消防局随出动46车91人前往拍火，员工伫第一时间拢顺利走出来，无人受困。过程中拢总有12个员工甲3名警消人员送病院，加在拢是轻伤。员工讲因拢是大夜班的，唔知影火是安怎烧起来的，不过有听到爆炸声音，就有一些擦挫伤。这个前面有做一些，前面有一些小爆炸吧。电池其实说这个安全性上面的话是蛮危险的，所以说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彻底的调查，然后杜绝以后发生相关的事情。因为火烧的是锂电池的新品区，消防局派出机器人伫火场抓水降温，环保局也派人伫周边侦测空气品质，虽望厂外检测拢无超标，不过早起厂内部分也是有测到氢氟酸，佮加上火烧的乌烟已经影响到小港7个里的空气品质。市府也发消息通知民众，爱关门窗，暂时唔通出去外口，因为惊锂电池会阁烧起来。目前消防局也持续伫现场抓水监控当中。县长跟州界都没有检测出相关有毒性化学物质。那你用检资管在现场去检测，也是没有检测相关的氢氟酸或其他相关的物质。虽然火打熄了之后，它因为这个元素的关系，还会在不断的在复燃，所以这是它最困难的地方。但是基本上都是用水，出水线把它降温，然后让它的热能挥发完之后，那就可以火势就可以熄灭掉。受伤的15个人中，有13人已经出院，市场单机卖强调，伫咧找出导火原因进前，会要求业者相关的锂电池制停全部停工。后续也会用上严格标准来追究相关责任。对此，3元能源科技回应，会配合市府相关单位调查，针对意外造成地方的不安，因也感觉真失礼。记者郭家族、邱兆阳、郭永昌报道。